镜头转来到国内，有一只外国的货船海顺号，顶礼拜伫偏湖加博靠搭。虽然船顶9个人拢有救起来，不过船漏油，海平去互油污染300公尺长、10公尺宽。海保署表示，会依照海洋污染防治法，要求货船爱甲船的油拢抽好清气，嘛爱甲船拖去到岸顶。 空天直升机来到平湖县嘉博海峡顶悬，要挂到的船员，这只外籍货船海顺号12月17因为故障失去动力来跨搭，船员拢得救，也货船是伫海面浮浮沉沉。在中午的时候，漂流至后寮的天堂路附近沙滩，后续由直升机救起，9人送往马公机场。 初步掌握，货船顶头大约有20桶柴油、乌油才会燃油。12月18发现有漏油，地处平湖岸边、海边拢有污染，甚至是愈来愈大片。第一时间因为海上歹，无法度挖进船只。平湖县环保局也有海保署的工作人员是先用棉啊去破边的油污染，避免污染，搁再扩大。 那我第一时间先布这样子的一个吸油棉锁。那船体本身现在正在漏，是因为像我们原本昨天就希望先第一时间布那个燃油锁，那因为海象不佳，下午3点就已经全部清得比较干净了，就现场已经没有很明显的油污。总共呢，我们清了12车次，然后清了2690公斤的一些含油的一些废弃物。 海保署表示，甲相关单位做伙清除，12月18下晡初步完成油污染的清理，不过船只也伫咧海面，为了避免搁再有漏油，12月19顶晡也有13个工作人员伫现场待命监控。沙勒嘛要求船只所有人甲船顶的燃油抽掉，并且甲船拖去海顶来处理。记者彭友高阳报道。